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日咧同大家介紹一個咧均等受損法則2到50分嘅做逆齡乳液。咁我哋第一個步驟洗乾淨頭之後咧，就要用氨基酸溝邦乙標，然後用清水稀釋溝落去水壺嗰度咧，就噴晒落去全個頭髮嗰度。咁樣咧可以用闊齒梳梳勻佢，然後就可以直接上卷，唔需要加熱，唔需要等。上好咗卷之後咧，我哋用嘅配方咧就係2份 CWL50 混合1份 CTM 70，然後直接去打落電髮芯嗰度。根部位置如果想出個攣度足啲咧，就可以再掃一浸 CTM 70喺個根度，因為就算比較均等受損嘅頭髮咧，始終根咧都會比髮尾健康一啲嘅。咁擺放嘅時間咧就係15到20分鐘，就唔需要加熱啦。咁如果 check 到夠攣就可以沖水落中和水。有啲咩問題隨時打俾我 Alan。